下。公園嘅涼亭刻上咗富人民社序，內容體現咗當時富人民社開啓文字嘅精神。1892年，革命先烈楊衢雲喺上環鴨巴甸街同埋結志街交界嘅八子里成立咗富人民社，為革命嘅思想播下種子。其後喺興中會嘅領導之下，革命黨人先後促成廣州起義、惠州之役等重要嘅歷史事件。雖然屢次失敗，亦都促成咗辛亥革命成功。富人民社嘅原址咧就喺八子里嘅1號2樓，亦即係而家後面呢啲唐樓嘅位置。咁喺半個世紀之前呢，原本嘅建築物咧就已經係蕩然無存㗎啦。百幾年嚟都冇變過㗎，就係呢度四周圍都有唔同嘅出口可以離開。咁革命黨人呢，就算俾人拉咧，都可以方便逃走。市建局喺進行卑利街嘉咸街重建項目嘅同時，09年得到區議會嘅支持，喺舊年動工將八子里舊址活化為公園，加入呢啲革命嘅主題，成為孫中山史蹟徑嘅一部分。又簡又精設計得好好，我覺得幾有創意，而且咧亦表揚到八子里嘅歷史所以我覺得呢4000萬呢，其實咧係好值得嘅。公園會喺10月10號辛亥革命8週年紀念日之後移交由康文署管理，屆時市民就可以嚟到呢一度，緬懷革命先烈嘅史蹟。亞洲電視記者